大家好，我係美春。香港人可能覺得好普通，但係呢，對日本人嚟講，對我嚟講，真係好震驚。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去香港最驚訝嘅幾件事。第一，商場入面扶手電梯嘅位置。聽講好多日本人去香港都會話，香港啲扶手電梯行得好快，香港のエスカレーターがめっちゃ速い。但係呢，我最驚訝嘅其實唔係速度，而係扶手電梯嘅位置。喺日本嘅商場搭上一層之後，下一部扶手電梯通常就係隔離，所以好容易就可以繼續上去。但係呢，香港唔同，每上一層都要自己揾下一部扶手電梯。我第一次去香港嗰陣，真係揾到好辛苦，差啲迷過。但係呢，香港朋友就好快揾到，一路行一路就知道下一部扶手電梯喺邊。すごい。香港人係咪已經習慣晒呢？香港人，你哋去日本商場嗰陣，你哋有冇覺得日本嘅扶手電梯反而太容易玩？第二，好多狗狗都冇帶狗帶散步。我去香港嗰陣，見到好多狗狗都冇帶狗帶散步。首先，香港有好多商場同餐廳都係寵物優先，比較日本。呢樣已經令我覺得好驚喜。仲有一樣更加令我驚訝，喺日本狗狗出街通常一定要帶頸圈同狗帶，但係呢，喺香港我見到好多狗狗就算冇狗帶都會乖乖跟住主人行，亦都唔會周圍亂跑。我真係覺得佢哋好叻好乖。香港啲狗狗係咪全部都受過訓練㗎？第三，好多叔叔會赤膊出街。夏天嘅香港真係好熱，超級熱，所以我去香港嗰陣成日見到有啲叔叔赤膊出街，有啲喺街度行，甚至有啲仲喺度做緊嘢。作為日本人嘅我，真係覺得好驚訝。最令我震驚嘅一次，喺我搭叮叮嗰陣，竟然有個赤膊叔叔上咗車。我當時真係呆咗。我諗原來可以咁㗎，但係呢，我又好似冇喺 MTR 見過。係咪 MTR 唔俾赤膊入去㗎？香港人見到赤膊叔叔會唔會覺得好正常？定係只有我大驚小怪？以上就係我去香港之後覺得最驚訝嘅幾件事。香港朋友，如果你哋去日本都遇過啲令你哋覺得好驚訝嘅事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係咁先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早唞。狗狗出街，喺日本狗狗周圍亂跑。